Hello， 各位好嗎？我叫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無論你係全新嘅服務協調員，定係有多年經驗都好，製作一份全新嘅個人方案計劃，或者更新現有嘅方案計劃，難免都會覺得無從入手。所以趁住今日，我哋會講解下為支援對象而設嘅 IPP 指南會有咩期望，同埋會點樣幫到佢哋。我哋而家去探下服務協調員 Vinnie Mancuso， 睇下佢嘅 IPP 指南點樣幫佢準備嚟緊嘅 IPP 面談啊！嘿，Danny， 點啊？我手頭上有幾個新人，啱啱去咗成人輔助服務，我諗佢哋應該會適合你去跟進。唔該晒 ，Stephen Cavery。Stephen 唔錯㗎，佢對運動充滿熱情。中意棒球，我搞得點啊？幫佢喺運動店度搵份有薪實習做下咯。你應該睇埋呢份嘢同見下 Stephen 先啊。哇，係咩嚟㗎？係發展服務部嘅 IPP 指南。老實講啊 ，Danny， 我知我需要好多嘢，不過唔需要多啲文件工作咯。明白，不過佢唔係文件工作嚟嘅，係俾你幫支援對象計劃得好啲。你講真㗎？我服務緊超過60個人喎，一份核對清單唔會有幫助咯。Vinnie， 我哋咪已經講過咯，核對清單係用喺死物度，我哋講緊嘅係面對人啊，以人為本，唔係在於你點諗，而係在於你聽到幾多。咩啊？我有聽㗎喎，我係好嘅聆聽者啊！仲係一位合格嘅聆聽者。好啦，俾份文件我啦。呢一份俾家庭用嘅 IPP 指南整理得好清楚，喺入面分咗3個主要嘅部分：預先計劃。等我估下，即係叫你預先計劃你嘅面談。跟住仲有真正面談，最後就係持續更新個案嘅情況。我明白啊，我真係唔明填呢啲文件點樣改善到人嘅生活啫。你講得啱，多謝。你講出咗重點，咁所以你都要填埋你嗰本 IPP 手冊啊。咪住咩話？聽日下晝1點會議室見啦。唔係啩？唔該你啊 Vinnie， 真係好多謝你肯抽時間深入了解今次成個計劃嘅策劃過程。我好期待我哋嘅 IPP 面談。唉，真係慘啊！你好啊 Mancuso 先生，我係 Danny， 我係你今日嘅服務協調員。OK， 你係認真嘅？請坐。你自己填呢份手冊定係同支援圈子一齊填㗎？其實Robin 有幫我填嘅。同我講下 Robin， 佢係你計劃團隊嘅成員。Robin 就係我個規劃團隊啊。我明白啦。嘿，係咁，由邊度開始啊？我都唔知喎，不如就住屋啊。OK， 首先講下地區中心有好多種我哋支援嘅選擇，你可以選擇同有傷殘或者冇傷殘嘅人一齊住，甚至自己一個住都得。你覺得邊樣最啱你啊？我同 Robin 仲有隻狗 Bruce 一齊住，所以最啱我嘅選擇就係繼續同 Robin 同埋隻狗 Bruce 一齊住啦。啊，我寫低先，我想繼續同我嘅伴侶仲有同隻狗一齊住。你仲在意邊一點居住條件啊？租金合理，如果廚房大啲就更加好啦，你明噶啦。你而家個廚房唔係咁方便，係咪因為會有啲障礙啊？我想要多啲位攤凍啲蛋糕，而家我要擺喺焗爐頂，咁會熱到個蛋糕乾晒噶。你焗蛋糕？係啊，我細個嫲嫲教我噶。廚房係一個可以令我有安全感嘅地方。嫲嫲教識我人生中好多嘢㗎，但係從來都唔俾我搞糖霜。換句說話講啊，我啲蛋糕好好味，但係就唔屬於好靚嘅蛋糕咯。唔似我啲頭髮，裝飾蛋糕嗰種手勢係冇得遺傳嘅。咁你有冇考慮去上裝飾蛋糕嘅課程啊？我有諗過啊，社區中心其實都有搞。嘿，咪住先啊！咩事啊？你啱啱係咪透過問我住喺邊，成功令我開始參與呢個社區嘅活動啊？係啊 Vinnie， 唔止係咁啊，我仲知道你中意焗蛋糕，廚房呢個地方令你有種特別嘅安全感，而你就好自豪遺傳到你嫲嫲嗰一把頭髮。其實呢本 IPP 手冊唔止係幫用家諗佢哋想要啲乜嘢，仲幫我哋加深對佢哋嘅認識，等我哋可以問深層次嘅問題，然後提供所需要嘅支援。哇！我好少會咁樣講㗎，但係今次我錯啦，呢樣嘢簡直係神來之筆啊！你要去邊啊？我要準備同 Stephen 嘅 IPP 面談，我要確保佢同佢嘅支援圈子有填好。Danny， 今日你贏咗啊！唔到我唔佩服你啊！嘿 Savannah， 有冇睇新嗰份 IPP 指南啊？真係神奇到你唔信啊！冇錯 ，Vinnie 發現咗 IPP 指南，包括咗一本俾支援對象用嘅手冊。
仲係特登設計嚟問問題，深入了解同睇清楚對方嘅需要同目標。記住啊，以人為本嘅計劃唔係要你將啲文件砌到好靚，而係用嚟幫手策劃更美好嘅生活嘅。